你哋有冇諗過點解印度單獨立咗接近80年，到今日都好似始終起唔到飛，成不了製造強國？坊間好多人話係因為英國人當年搞獲咗佢哋個經濟，剝削咗足足200年。又有人話係因為首任總理尼赫魯當年揀錯發展方向，盲目學蘇聯搞重工業，放棄咗基礎製造業。呢啲因由你喺網上隨便搜尋都有一大堆，我今日唔打算重複。我今日想同大家拆解嘅係一個更加骨子裏、更加令人心寒嘅根本問題。印度今日嘅困局，歸根究底唔係因為英國人，而係因為佢哋自己用住英國人留落嚟嘅工具，親手鎖死咗自己嘅未來。而最諷刺嘅係，親手將個鎖扣落去嘅，正正係印度最聰明、最有學識嘅嗰批頂尖精英。呢個現象其實不單止適用於印度，就好似你每次見到有大公司換新執行長、新人事、新作風，一入嚟就大排牌話要搞大改革，結果過咗1-2年，公司內部腐敗嘅嘢完全冇變過，道理一模一樣，成個系統唔改，你光是換人係完全冇狗用嘅。今日我哋就借印度呢個活生生的例子，睇清楚一個國家、一個組織點樣喺自以為得到自由之後，其實依然做緊個執迷不悟嘅囚犯。成個故事要由一個好多人都忽視咗嘅歷史細節講起。1947年8月15號，印度宣布獨立，全個國家陷入瘋狂慶祝，街上有人喊，有人跳舞，幾億人等咗幾十年嘅復興夢想終於實現。但係就在同一日，喺新德里嘅政府辦公室裏面，卻發生咗一件極之安靜、低調但影響深遠嘅事。英國官員執拾好包袱，起身長去。隨即，印度本土嘅官員坐返落去同一張辦公椅度，檔案原封不動擺喺台面，制度照常運作，表格照填，程序照跟。當年俗稱公務員系統嘅殖民地行政架構，只係改咗個名，由原本嘅名變咗做印度行政服務，名就換咗，但入面嘅架構、文化、階級思維原封不動。我每次諗翻起呢個畫面，都覺得好震撼。你換咗新國旗，換咗新國歌，換咗最高領袖，但你竟然成台機器完完整整咁保留晒。而呢台機器當初正正係英國人專門設計出嚟，用嚟壓制同控制你哋印度人。要明白點解呢點咁致命，我哋就要返去1835年，睇下英國人當初設計呢套系統嗰陣，心入面究竟打緊乜嘢如意算盤。當年有個叫麥考萊嘅英國人喺印度擔任教育委員會成員，佢寫咗一份建議書，後來直情成為咗英國殖民地教育政策嘅定海神針。呢份文件入面有一句說話，可以話係英國殖民史上最赤裸、最坦白嘅魔鬼表白。麥考萊話：我哋依家需要培育出一批中間人，呢批人在血統同外表上雖然係印度人，但喺品味、意見、道德同知識上，必須要係徹頭徹尾嘅英國人。佢哋嘅目的係乜？就係利用呢批外表印度人、核心英國人嘅買辦精英，幫英國皇室去管治幾億個底層印度人。呢個絕對唔係咩陰謀論，而係白紙黑字寫明嘅政策目標。所以英國人當時需要嘅，從來都唔係有獨立思考能力、有企業家精神或者想改變社會現狀嘅印度天才。佢哋需要嘅只係一班識得死跟程序、絕對服從官僚架構同埋識得用流利英文寫公文嘅高級文員。成個殖民地教育系統就係為咗呢個奴化目標而量身訂造。同樣道理，當年嘅高級行政系統設計目的係要用最少嘅人手去管治最多嘅人口。全印度有幾億人，但核心高層官員永遠維持喺得幾千人，而且大部分都係英國人。點解做得到？因為呢個系統極度集權，資訊極度不對稱，普通老百姓根本唔知自己有咩權利，唔識法規，更加唔知點樣申訴。官僚壟斷咗所有資訊同決策權，呢種結構專門令人民產生依賴與恐懼，去服從政府，而唔係等政府去服務人民。仲有一件事係好多人忽略咗嘅，就係英國人在印度建立嘅法律體系，包括合約法、土地法、公司法，全部都係喺19世紀設計。當時嘅出發點係100%保護外來宗主國投資者嘅利益，而唔係去促進本地嘅工業生產。換句話說，呢套法律框架先天就偏向資本而剝削勞動，偏向外貿而輕視本土製造，偏向壟斷大財閥而叉死手藝小生意。1947年，英國人走咗，但呢套法網留低咗，仲繼續開足馬力運作。所以印度喺1947年得到嘅只係名義上嘅政治獨立。
但本質上佢哋全盤繼承咗一套極之完整嘅殖民地運作系統，由行政架構、教育、哲學到法律框架，全部都係為咗剝削而生。而印度獨立之後嘅統治階層，非但冇去打碎呢個體制，反而好舒服咁坐入去，繼續享用，甚至進一步將佢擴大。點解會咁？呢度先係成個故事最悲哀、最深刻嘅地方，因為呢批新一代嘅開國領袖，正正就係呢套殖民地教育系統培養出嚟嘅最完美產物。好似首任總理尼赫魯，佢係英國名校哈羅公學同劍橋大學畢業，佢直情係麥考萊計劃嘅活標本，血統上係印度人，但思想思維框架完全係英國紳士精英。我咁講唔係批評尼赫魯唔聰明，相反，佢係一個極有遠見、極有理想嘅愛國者。問題出在佢腦海中嘅理想藍圖，只能夠透過英式精英思維嘅顯微鏡去構建。喺佢套價值觀裏面，做高級行政官僚、做科學家先至係有地位、有體面嘅上等人。至於去工廠做工人、做開廠生意佬、做前線手藝人，全部都係低人一等嘅粗活。這種鄙視商業、輕視生產嘅態度，本來係英國老派貴族文化嘅核心。但透過殖民地教育，呢種基因深深咁種咗入印度精英階層嘅骨髓裏面，一代傳一代，一直流傳到今日。你依家去問一個印度嘅中產家庭，最期待自己個仔第時做咩？答案絕對唔係叫佢出嚟創業做製造業，而係叫佢去考公務員做大官，再唔係就考入印度理工學院，然後即刻移民去美國打工。呢個集體思想就係200年殖民教育最直接嘅報應。而呢個思想亦都帶出咗我哋接下來要講嘅核心，全個世界都崇拜嘅天才搖籃印度理工學院，點樣變成呢個殖民思維陷阱最完美嘅體現。講到印度理工學院，如果你喺香港或者海外做金融搞科技，你身邊一定會遇到好多印度裔同事，而且你細心留意下，10個有9個頂尖嘅都係依間學校畢業。呢間大學簡稱 IT， 入學競爭率仲低過美國哈佛大學，每年幾百萬人報考，最後入到去嘅得個萬幾人。由入面行出嚟嘅人包括谷歌執行長皮查伊、微軟執行長納德拉、Adobe 執行長納拉賢，全部都係全球科技界、金融界呼風喚風嘅頂尖大莊家。好多人睇到呢度就會拍晒手掌，咁 IT 咪即係好成功咯？印度培養出咁多舉世聞名嘅天才，成個國家都應該光宗耀祖啦。但大家唔該抽離少少，諗深一層，呢班天才最終係喺邊度發揮佢哋嘅超凡才能？喺印度本土定係喺美國硅谷？答案大家心知肚明，皮查伊喺美國發圍，納德拉喺美國掌權，幾乎所有 IIT 最頂尖嘅金字塔尖畢業生，最終都係選擇離開印度，一畢業就買機票飛去美國或者英國。印度政府用本地納稅人嘅血汗錢去補貼，去培育呢班天才，但最後坐享其成、各和稱嘅係美國。呢個絕對唔係咩個人選擇咁簡單，而係一個系統性嘅結構大崩壞。而呢個結構正正係當年尼赫魯親手做起嘅。要明白點解 IT 會演變成一間知識出口、人才流失嘅機器，我哋要睇返佢當初嘅設計藍圖。當年尼赫魯建立 IIT， 佢心目中嘅模板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佢好宏大咁想喺印度本土複製一間世界頂尖嘅理工學府，出發點絕對係好。但問題係美國嘅 MIT 之所以成功，係因為美國本身已經係一個高度工業化、市場成熟、企業林立嘅經濟體。MIT 嘅學生一畢業，出面就有波音、有貝爾實驗室、有成千上萬間科技巨頭排隊搶住要人。但係印度 IT 嘅學生畢業嗰陣，出面迎接佢哋嘅係個咩環境？係一個官僚主義到暈、私人企業受盡打壓、創業環境惡劣到無朋友嘅印度本土。當年一個想留喺印度發展嘅 IT 畢業生，要面對嘅係開一間小工廠，要跑幾十個部門，申領幾十個牌照，要面對極度貪腐、處處刁難嘅行政官僚，要面對一個根本無能力消化高端科技人才嘅落後產業結構。結果佢哋除咗出走之外，根本無路可走。唔係因為佢哋唔愛國，而係成個系統根本冇一個位可以容納到佢哋。更深層次嘅問題係 IIT 嘅課程設計、考核標準，甚至畢業出路，由第一日起就係100%對標美國標準，而唔係為咗解決印度本土嘅需要。學校教嘅係美國市場最渴求嘅高端代碼同理論，用嘅係全英文教學。
培養嘅係完美融入美國企業嘅管理人才。呢個模式同麥考萊喺1835年提出嘅魔鬼邏輯有咩分別？外表上係印度人，思維和技能上係美國人。唯一嘅分別係以前由英國人動手，依家由印度人自己動手。呢個就係我所講嘅殖民地思維陷阱。你以為自己好努力建國，但實際上你只係無私咁幫緊人哋個國家，免費培訓緊頂級奴僕，而你自己完全唔知。講完天才大學，我哋必須要講埋一個令印度經濟窒息幾十年嘅黑暗時代——牌照管制時代。呢個時代係理解印度製造業點解徹底失敗嘅另一條關鍵導火線，而且佢同殖民地思維嘅關係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直接。所謂嘅牌照管制時代，大概係由1950年代一直橫跨到1991年。喺呢段漫長嘅時期，印度的經濟管制嚴苛到反人類。你想喺印度開間工廠，要申請牌照。工廠生意好，想擴大少少產能，要申請牌照；想從外國買部新機器提升效率，要申請牌照；甚至你只是想生產一款新口味嘅產品，都要申請牌照。據當年嘅數據估計，你喺印度如果想正正常常做門生意，由頭到尾需要過5關斬6將，申領嘅各類許可證同牌照可以多達50至60幾種，成個審批過程隨時拖你幾年。而最攞命嘅係，中間每一道關卡都係嗰班官僚問你攞着數、收利益嘅大好機會。換句香港人聽得明嘅話，處處都有人切卡，伸手要錢。咁呢個變態嘅牌照系統最初又係邊個設計出嚟嘅呢？冇錯，又係英國人。當年殖民地官員建立呢套複雜嘅行政管制，目的係要牢牢控制住印度嘅所有經濟活動，確保所有最肥美嘅資源只會流向英國本土需要嘅地方。點知印度獨立之後，呢套用嚟勒索經濟嘅系統被新政府原封不動保留，甚至變本加厲。點解？因為對於新掌權嘅印度政商精英嚟講，呢套系統實在太好用啦。控制住牌照就等於控制住成個國家嘅財政命脈，控制住經濟就等於將絕對嘅政治權力握喺手心。坐在辦公室嘅高級官僚，手指頭動一動就可以決定邊間企業生，邊間企業死。呢種高高在上主宰生死嘅權力快感，以前係英國殖民官員專享嘅，依家換咗印度人自己坐上去，佢哋食水之味同樣唔捨得放手。所以牌照管制時代從來都唔係一場歷史疏忽，而係一班滿腦子殖民特權思維嘅既得利益者集體做出嚟嘅自私選擇。結果，印度的私人企業同製造業喺原創階段就已經被呢條官僚勒死咗。喺搖籃度，有能力有諗頭嘅創業家面對嘅係一幅又一幅由法規築成嘅高牆。能夠喺呢個畸形體制入面生存落嚟嘅企業，通常唔係因為佢哋嘅產品做得好，而係因為佢哋同官員關係夠硬，送嘅賄款夠多。真正的企業家精神被成個國家機器系統性地消滅晒。我哋不妨做個橫向對比，喺同一個歷史時期，亞洲4小龍之一嘅南韓，人哋係點樣做嘅？當年朴正熙將軍上台之後，佢做咗一件到今日都有好多爭議，但結果證明極之有效嘅硬綁綁改革。佢徹底打爛咗舊有嘅官僚體制，重新建立咗一套以實際生產力為唯一核心嘅新架構。喺南韓，官員想升職唔係靠你同邊個關係好，而係睇你管轄嘅地區或者行業有冇交到出實質嘅經濟發展同工業產量。私人企業想要得到政府嘅政策同資金扶持，唔係靠你塞幾多錢俾高官，而係睇你間工廠能唔能夠達到國家設定嘅出口目標。成個國家機器嘅底層邏輯喺一夕之間由控制與壓榨變成咗生產與支援，呢個轉變係顛覆性嘅。南韓當初能夠創造漢江奇蹟，唔係因為佢哋嘅人民特別聰明，亦唔係因為佢哋天然資源特別豐富，純粹係因為人哋有魄力去徹底修改咗成個系統嘅底層代碼。台灣嘅故事亦大同小異。二戰之後，台灣建立嘅技術官僚系統並唔係盲目沿用日本殖民時期留落嚟嘅枷鎖。更加重要嘅係，當台灣後來培養出大量頂尖嘅工程師同技術人才之後，新竹科學園區應運而生。呢個科學園區目的好明確，就是為咗吸引喺美國硅谷打滾多年、積累咗一身絕技嘅台灣人才回流。人哋帶住最頂尖嘅技術同國際視野，翻去本土開廠搞半導體。呢個係一個完全相反嘅良性循環，唔係單向輸出人才，而係用盡方法引人才回流，再用呢批人去重建本土嘅高端製造業鏈。咁印度有冇做過類似嘅嘢？有，但係做得太遲，而且規模同決策魄力遠遠跟唔上人哋。
而家我哋要面對一個好殘酷嘅現實 ，IIT 幫印度培養咗幾十年嘅頂尖天才，當中最精銳、最有創造力嘅黃金歲月，全部冇奉獻俾國家，反而進貢咗俾美國嘅科技巨頭。而國內嘅牌照管制又扼殺咗本土幾十年嘅製造業生機，搞到印度嘅私人企業生態極度脆弱。最慘嘅係管治呢個國家嘅特權階層，到今日依然用緊一套由殖民時期借屍還魂嘅思維框架，以管制代替服務，以審批代替支持。但係講到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疑問，時至今日，印度內部究竟有無人意識到呢個巨大嘅思維陷阱，有冇任何新興力量試圖去打破呢個歷史魔咒？答案其實幾出人意表，而且比大家想象中要複雜得多。過去呢10年，印度確實出現咗一個幾矚目嘅新趨勢，叫做人才回流。有一批喺美國硅谷做咗好多賺夠晒月曆嘅印度裔工程師同創業家，開始選擇打包行李返去印度本土創業。例如電商巨頭 Flipkart 嘅創辦人班薩爾兄弟，佢哋喺 IT 畢業之後去咗美國亞馬遜總部打工，吸飽經驗之後決定回流，一手打造咗印度版嘅亞馬遜。跟住落嚟，好似外賣平台、叫車軟件、電子支付等等嘅本土科技巨國獸喺印度遍地開花。呢批新興科技公司嘅崛起，確實代表住一個好重要嘅轉變。終於有一批最頂尖嘅 IT 精英，肯將自己嘅才華留喺印度本土發光發熱。呢個係實實在在嘅進步，我哋唔可以抹殺。但係我哋身為旁觀者，必須要保持冷靜，睇清楚呢個轉變背後嘅局限性。呢班回流精英搞嘅創業，全部集中喺邊個領域？答案係互聯網科技服務業、外賣、打車、網購、金融科技。佢哋服務嘅對象係印度本土那一小批買得起智能手機、有銀行戶口、有消費能力嘅中產階層。而佢哋所創造出嚟嘅就業職位，大多係外賣仔、網約車司機或者辦公室文員。呢啲行業根本冇辦法吸納到印度最底層最龐大嘅勞動人口。印度有14億人口，當中佔咗最大比例嘅係一班連基本基礎教育都未搞得妥，甚至連字都唔識多個嘅底層農民。呢批互聯網科技公司炒得再熱，估值再高，對於幾億底層人民嘅生活改善其實極度有限。所以印度依家嘅核心問題，從來都唔係缺乏天才，亦唔係缺乏創業精神，而是呢啲高高在上嘅天才同科技精神根本冇辦法好似毛細血管咁滲透到成個社會嘅最底層，去帶動那幾億最貧困嘅普通人一齊靠雙手向上爬。而呢個問題嘅答案往往係由國家系統決定，而唔係由一兩個科技天才決定。我哋再對比一下1960年代嘅南韓，當時嘅南韓幾乎冇任何天然資源，人均收入低到同非洲部分落後國家無異。但南韓當時做對咗一件事，佢哋建立咗一個極之強大嘅工業系統，令到一班只受過普及基礎教育，甚至啱啱洗腳上田嘅普通工人，可以順利進入紡織廠、電子廠、造船廠打工。工人透過喺製造業流水線上流汗，累積咗技術，賺取咗第一桶金，然後帶動成個家庭、成個國家一步一步向中產階級邁進。呢個製造業系統完唔完美？絕對唔完美，中間充滿咗血汗剝削，充滿咗社會不公。但它有一個最核心嘅底層邏輯係啱嘅，它是為咗社會上佔了大多數嘅普通人而設計，而唔係單單為咗那一小撮精通英文嘅頂尖精英而設。反觀印度嘅系統，從第一日起就從來冇為過大多數嘅底層平民着想。當初嘅殖民地系統係為咗英國人嘅利益服務。獨立之後嘅系統又被一班繼承咗殖民思維嘅本土精英霸佔，普通印度老百姓喺呢個系統裏面永遠只係被管治、被審批嘅對象，而從來都唔係被服務嘅主人。呢個根本性嘅制度殘缺，先係點解印度獨立咗接近80年，依然擺脫唔到發展中國家泥沼嘅最深層原因。雖然呢幾年莫迪政府都好努力想扭轉呢個劣勢，佢哋大張旗鼓推行印度製造計劃，大力簡化營商環境，仲瘋狂集錢搞鐵路、公路等基礎建設。前2年，蘋果公司高調宣布將一部分 iPhone 嘅生產線搬去印度，當時全個財經界都轟動晒，好多人歡呼話呢個絕對係印度製造業要正式起飛嘅最強信號。但大家有冇去了解過，蘋果之所以揀喺印度設廠，到底係因為印度本身已經具備咗好似中國咁完善、咁強大嘅製造業生態鏈，定係純粹因為地緣政治嘅博弈，迫使呢啲跨國巨頭必須要分散風險，尋找中國以外嘅替代品？事實上，
答案明顯偏向後者。富士康當時派咗大批台灣同內地嘅工程師飛去印度，手把手由零開始去教嗰班印度工人點樣組裝手機。呢個舉動本身就說明咗印度本土根本未具備呢種高效嘅工業自組能力，人哋純粹係因為政治原因逼住入去幫你開荒。回想當年中國喺1980年代初期啱啱改革開放接受外資嗰陣，同樣需要外國工程師手把手咁教。但中國當時有一個印度到今日都比唔上嘅最強核武器，全民基本教育普及化。當時中國入廠嘅工人雖然窮，但幾乎全部都識字、讀過書，起碼睇得明說明書，做得到基本嘅數學計算。呢個紮實嘅國民基礎，令到中國可以在短短20幾年之內，由一個要人喂飯嘅初學者，進化到今日可以獨當一面，搞自主創新嘅超級師傅。但係印度依家最尷尬嘅地方，正正就係佢連呢個全民普及教育嘅地基都未打穩。所以就算蘋果今日夾硬喺嗰度開廠，印度能唔能夠完美複製到中國當年嘅工業奇蹟，依然要打一個好大嘅問號。仲有一個好少人提及但極之悲哀嘅現實，喺今日嘅印度，公務員 YAS 考試嘅報考人數同競爭激烈程度，竟然比考入 IIT 還要瘋狂幾倍。換句話說，在今日印度最多、最聰明、最頂尖嘅嗰批年輕人眼中，佢哋人生最高嘅夢想，依然唔係去開廠做生意，唔係去當工程師搞研發，亦唔係去做科學家改變世界。佢哋最渴望嘅依然係入朝做官。點解？因為考到公務員，你就等於握住咗最絕對嘅管制權力，擁有最鐵飯碗嘅穩定收入，同埋享受到全社會最高嘅階級地位。只要呢個官本位、管制優先、特權至上嘅社會現象一日未消失，就代表殖民地遺留落嚟嘅魔鬼思維依然牢牢統治住印度主流社會嘅價值觀。呢種根深蒂固嘅文化毒瘤，絕對唔係莫迪政府下一兩道行政命令、搞一兩個經濟政策就可以輕易消滅到。呢個係需要幾代人去進行血淋淋嘅文化清洗。睇返印度呢段沉重嘅歷史，最令我感悟嘅地方係呢個繼承舊系統嘅陷阱，從來都唔係印度獨有。大家不妨環顧下四周，成個世界到底有幾多個組織、幾多間公司，甚至有幾多個社會，其實天天都在重蹈覆轍。我哋好理所當然咁繼承咗上一代留落嚟嘅舊系統，卻從來無人肯停一停，諗一諗，去問一句：呢套系統當初究竟係為咗咩目的而設計出來嘅？然後一代又一代嘅聰明人喺呢個舊系統裏面用盡吃奶嘅力去競爭，去向上爬，自以為自己不斷進步緊，但其實大家只係喺一個精緻嘅籠入面原地踏步。講返我哋香港自己，我哋好自豪咁繼承咗英國留落嚟嘅法律體系、行政架構同埋教育框架。呢啲遺產入面當然有好多極具價值、必須要拼死守護嘅核心基石，但與此同時，當中有無一部分本質上其實同樣係當年英國人專門設計出嚟，用嚟管制圈養殖民地平民，而並非真正用嚟服務本地社會發展嘅工具。我哋過往又有無認真坦白咁去拷問過呢些制度嘅本質，呢些系統到底喺度保護緊邊一撮人嘅利益？抑或我哋其實同印度人一樣，一見到有位就開開心心咁坐上去，以為換咗自己人面孔去執政，就等於社會已經得到咗真正嘅改變？我今日唔打算俾一個標準答案，因為呢個宏大嘅命題亦唔係我一個人可以回答得到，呢個係需要我哋每一個人喺大時代嘅巨輪下自己去反思。但無論如何，印度的故事俾咗我哋一個好珍貴、好深刻嘅警示：真正的獨立同自由，從來都唔係換一塊新嘅旗幟，或者換一個新嘅領袖咁表面。真正嘅強大係你必須要有骨氣同勇氣去問一個最殘酷、最核心嘅根本問題：我依家身處嘅呢套系統到底係為咗邊個而存在？而一個國家、一個組織，甚至乎我哋每一個人，到底能唔能夠答得出生存嘅意義，同埋有冇勇氣根據呢個答案去親手砸碎舊枷鎖，採取實質行動，先至係決定命運走向嘅唯一分水嶺。印度的故事在過去嘅80年裏，無疑係一場關於盲目繼承同自我囚禁嘅悲劇。但幸好佢哋嘅下一章到今日都未完全寫完。而未來最關鍵嘅轉捩點，可能未必係來自政府嘅偉大政策，亦未必係來自外資嘅大額進駐，而係來自一股我哋依家都未完全看透嘅底層力量，就是那批正在印度各個角落悄悄崛起嘅新一代年輕人。呢批無被殖民記憶包袱污染嘅新一代，佢哋到底會點樣思考？佢哋未來會做出點樣嘅人生抉擇？佢哋會唔會真真正正由系統嘅內部開始去瓦解同重建一個全新嘅印度？呢個未知嘅發展，我哋留待下一集繼續同大家抽絲剝繭。